这是瑶的故乡，世界瑶族第一寨，秋的序幕从这里开启。清远千年瑶寨欢迎你！寨子至今已有1400多年的历史，是全国乃至世界规模最大、最古老、最有特色的瑶寨，堪称世界建筑奇观，人类群居风水宝地。寨门海拔808米，踏入瑶寨，古色古香的瑶族建筑错落有致地排列在山坡之上，每一处细节都散发着岁月沉淀的韵味。首先租上一套民族服饰，漫步在瑶寨中，随手一拍，都是大片。在主寨门体验源远流长的敬酒礼，歌声不停，酒不停，传递着瑶家人的热情与好客，让你感受到尊贵隆重的待客之道。去瑶族舞曲广场观看精彩绝伦的瑶族歌舞表演，欢快的节奏，绚丽的服饰，灵动的舞姿，带你领略瑶族文化的独特魅力。